地方有各样的住伫山面，眠是掌机各因的阳分。忽然天大开，灿烂光明满天，千千万万的星星闪烁伫黑暗。今仔日有救主为你出世，星星在宣告救主降临吗？毋是，一定毋是星星，是天上的阳光灿烂满天。伊就是主基督。主基督怎有可能？即个就是记号。恁要找到一个婴仔，用布包困进马槽内。一个记号对上帝来吗？是啊，对上帝遐来的，永远归伫至高上帝，地上和平归伫主所欢喜的人。就伫遐，伫黑暗甲光明中，因找到伊，就是圣婴儿基督救世主。